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即届做风台，咱知讲风台分做无共程度，有轻度、中度、甲强烈风台。另外，有人发现讲，有人讲计程车，有人讲计停车，是安怎会安尼？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字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里就是停，读倒影停第5条，计程车的停。读停这是读文音，计划工作进度，咱讲是工程。若执行的人，咱讲工程师。上课的内容，咱讲是课程。若讲距离、长短、路途，咱讲是路程。若是加一个送气音，就读做停。古早第二字典解说停，就是讲物件准则和标准，或者是界限，咱讲是程度。另外，若是讲代志的经过，咱讲是过程。出发，咱讲是起停。若是读做生，就读鼻音，读做停。像讲随同演义一个出名的角色是听价金，有的册写是听高金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程度，会当讲是道德或者是知识能力方面的水准。第二个词读做听书，这个意思是照规定的规则和次序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阿明才3岁，英语的能力已经有顾考的程度，可能就是父母自细汉就照顾考学英语的听书，逐工教伊讲英语。今仔日小解这一字读做停，有的人读送气音读做停，另外一个鼻音读做停。